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已經嚟到第3屆啦。過去1年我哋特別加強咗喺大灣區嘅一個巡禮啦，對佢哋嚟講好新鮮，亦都係希望幫佢哋打開咗一個除咗香港以外嘅一個新市場。因為冇今日嘅初創作家，就冇聽日我哋成功嘅作家。經由我哋嘅評審委員會初選之後呢，我哋喺每個組別裏邊就挑選5個最優秀嘅作品進入面試嘅終審日。咁再由佢哋喺面試之後呢，喺5組裏邊呢，就揀出3組最優秀嘅項目就獲得資助。所以今日大家見到獲獎嘅9個組別都喺競爭好劇烈之下脫穎而出。我哋喺度都要俾啲熱烈嘅掌聲佢哋先。今日除咗可以欣賞到9個單位嘅心血結晶，亦都代表着每一位參加者佢哋成為作家嘅第一步，見證住每個計劃由創意概念開始到今日終於出版。我深信第1本書嘅出版只係一個開始。我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見到大家又不斷有創新嘅作品面世，共同為香港嘅出版業發展作出貢獻。能夠參加到呢個初創作家資助計劃，實在係一件好興奮同埋好開心嘅事，可以實現到咧我一直以嚟嘅夢想，創作到自己嘅故事之餘咧，仲可以全手繪去創作，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經歷咗1年嘅時間，本書由0到而家真係完成咗啦，感覺好似考咗場試，而家畢業嘅感覺。咁中間都有同學當編輯啦，同出版社啦，不斷去商討究竟點樣令到故仔更加立體啲啦。咁我亦都試過攞本書俾唔同嘅導師啊，俾唔同嘅小朋友啊、家長去試下，究竟本書係點樣樣。咁佢哋都睇得好開心嘅。開始籌備木匠說呢本書咧，已經差唔多係1年前啦。中間我哋真係好想知道究竟未來嘅木匠啦，同埋我哋嘅木工藝可以係點嘅。今日終於等到本書可以出啦，咁都期待可以同大家有多啲交流。希望大家喺書店見到嘅時候都會支持下啦。咁喺易經嘅世界裏面咧，要辦好一件事情咧，係需要天時地利同埋人和嘅。可以喺香港呢片土地同唔同專業嘅團隊一齊合作，喺咁短嘅時間裏面咧，完成到港式翻譯呢個作品咧，我覺得係好 amazing 嘅。完成一本書係比我想象中困難好多。用口語去講呢個故仔，同埋用文字去表達呢個故仔係唔一樣嘅。咁我諗我今次係學咗好多啦，亦都係有團隊嘅幫助，所以可以完成出版呢本書。好開心今日可以終於收到實體書啦！其實經過咗幾年嘅創作，
真係一本心血結晶嚟嘅。咁做作家其實係一個兒時夢想，咁今日都可以話係夢想達成啦。我呢本書就係籌組咧，都有5、6年㗎啦。因為初嘅時候咧，主要就係收集啲資料啊啲嘢。咁後來知道有啲項目，咁我就開始就整理，加上有啲字句啊或者係圖畫方面啊，咁啊要多啲搜集。經歷咗1年，香港珍稀生物小百科終於完成啦！呢1年時間裏邊，我哋學習咗好多嘢，經歷咗好多時間、血汗同埋眼淚去創作呢本書。咁希望大家中意呢本書啦！香港珍稀生物小百科一定要支持啊！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劃由2020年開始起，已經嚟到第3屆啦。個計劃旨在係培育香港嘅初創作家，鼓勵出版具有創意啦、優秀啦、具潛質嘅中文書籍，希望可以彌補香港出版市場嘅缺門，同埋增強出版創意嘅優勢。亦都期待未來有更多精彩嘅作品持續為華語出版嘅星空點亮更多璀璨嘅新星。